今天是2005年5月21号，藏文课是第41次。咱们先复习上节课学的那一部分，73页。大家讲嘛翁白去那，大家讲嘛翁白去那，哈巴唐车经，哈巴唐车经，南巴车瓦九级，南巴车瓦九级，大给买白气灯那，大给买白气灯那，真巴买把地，真巴买把地，却给米也记，却给米也记，通瓦九级，通瓦九级，寄给你，寄给你，他给瓦小级，他给瓦小级，借闽南德保，借闽南德保，嘛翁白去数，嘛翁白去数，上给下给土巴唐车经，上给下给土巴唐车的，上给下给土巴唐车的，上给下给土巴唐车的，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小级，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小级，给包日都干呢，给包日都干呢，却讲大给人数，却讲大给人数，给瓦小级借买所，给瓦小级借买所，起地呢，起地呢，大给两岸上班切到，大给两岸上班去到，两都上，两都上，日都穷外缺呢，日都穷为去年，绿给靠没法切经，绿给可没法切经，上给东，上给东，错班切到，错班切到，大给康巴寄给南都，大给康巴寄给南都，恰瓦军赛季月吧，恰瓦军赛季月吧，提前呢，提前呢，课堂车班桥，课堂这班桥，康给人来，扛给人呢，满南巴忙包对的，满南巴毛包对的，军毛他39呢，军毛他39呢，学嘛他都，学嘛他都，军毛军3间堂单班9班9，军毛军3间堂单班9班9，碰江东娃米恰的，碰两东娃米恰的，角儿阳嘎外柴米恰，角儿阳嘎外柴米恰，康给军班米女江，扛给军班米女江，既呢按着米东恰，既来按着米东恰，口心卡儿在的，口心卡在的，恰拉训呢，恰那训呢，普儿的送完了，普得送完了，普儿的送完来，普得送完来，说他儿班切说，说他班切说，一个相对拉都下呢，一个相对拉都下呢，军给通娃儿切。军给东娃切。这是上节课到这儿，这节课咱们接着学。现在我们学的是不自主动词表示自主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动词是不自主动词，就是它是表示动作的结果的，是这个动作者不能控制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动作者呢，他特别想让这个不能自主的这个动作的结果实现，就是表示这么个意思。就是本来是不自主的动词，但是他非常希望它实现，非常这个想让它实现，就是当做就好像能自主那样来用，就是这样一种句式。咱们来看这个，你比如说刚读的这个句子吧，他把信给他母亲的信，他发给他舅舅，为的是拐一个弯呢，弄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通啊，就是让大家都看见。这个大家都看见看不见呢，是不由他控制的。但是呢，他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都看见，这就是这个不自主动词表自主这么一种语法现象。后边的还是咱们来接着学啊。下边一句，记得，可缺那样，记得，这是一个这个词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即使。假使即使，即使如何如何也要如何如何，
即使你这么着，我也要怎么着？即使假使，就这个即使。却缺呢？却是你缺，咱们前边学过是这个逃跑，这个是逃跑的过去时，它的那个现在时是前边加一个握，就是现在时，把握去掉是过去时。拿就是如果你逃跑了，即使你逃跑了，扬就是也，后边我也要如何如何。这是对一个人他说的话啊。假使你逃跑了啊，就算你逃跑了啊，也怎么样呢？也后边啊，爱其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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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爱是我加上仨是句格，就是我要做动作了，我要做一个带及物动词的动作。我要做什么动作呢？它来了一个副词，动词还没出现之前来一个副词，是其行动。这个其咱们说过，其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后边，一个是时间上是晚一点，是吧？记住这两个意思。这个行咱们也讲过，如果单独就是一个行，是这个脸的意思。行度呢，就是好像是什么，像什么一样，像什么样子一样，取它那个像它的样子。像什么样子呢？像这个前边取后还是那个就是晚呢？取这个后，就是在它后面的样子。实际上这个词儿其行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随后跟从。什么叫像它后边呢？就是说他怎么做你也怎么做，所以就是取那个像他那样。你比如他往东你也往东，他往西你也往西。其实呢是跟在他后边，像他那样做，就是什么叫跟随后跟从，就跟着他，就这个意思。后边这是状语，就是跟着他干什么呢？跟着后边这个状语，注意看啊，是灭了。这是动词，就是我呢要孽是什么意思呢？孽是追赶，跟随，孽是追赶跟随，追赶跟随。拉是句中的一个停顿，就是说话暂时这个停顿一下。现在整个这一句咱们来回忆一下啊，既得却缺那样，就是即使你逃跑了，也就是我也要做什么动作？即使你逃跑了，我也要做什么动作呢？爱其实行动，我要跟着，其实行动是跟着做个什么动作呢？孽就是我随着你要追赶，孽是追赶，我随着你要去追赶过去。拉是停顿一下，然后后边还有这个动作，后边接着是什么呢？接着是却托巴的前内，这是它又一个动作。却是宾语，就是你。托巴是得到，托巴前内就是且是做的过去时，就是我得到你之后，就是把这个你得到之后，且是过去时，就是完成了，得到之后，得到完了，就是意思就是把你抓住，却托巴前内就是把你抓住之后呢，这个内是之后，抓住之后怎么办呢？七日，这个七咱们说了是后边一点晚一点，加上个拉丁，就是向着后边或者向着这个晚一点。这个是来，是往自己这个方向来。七日是什么意思呢？七日是向，咱们刚才说的是向外啊，它七日一个是外，一个是晚一点，一个是后边。这个七日呢，就是向外或者向后。现在呢，它取的就是向后的意思。就是回来，就是
向后回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你不是跑吗？我跟着你跑，跟着你赶，把你抓住之后呢，向后回来，就是再转回来，再把你抓回来。哎，七日是向后，就是后退。哎，翁呢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。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你逃跑了，我也要跟着你追赶，然后拉后边还接着动作，就是这是时间上接着动作，就是追赶之后呢，下一步就得到你之后，就是把你抓住之后，然后又接着一个动作，七日翁哦，向后退转回来，向后转回来。把你抓了，再把你抓。哎，对，再把你抓回来，连续3个动作。这个里头的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中间他画黑线那个叫托巴尔切奈，就是说托巴是得到，得到本来是一个动作的结果，就是你这个东西想得到，你可以去努力，但是究竟这个东西能不能得到，是不由你这个做动作的人控制的。所以这个托巴呢是一个不自主动词，但是他在这儿呢说且。托巴是且，就是做得到，使得到。我把这个得到做完，就是把不自主动词变成了自主，就是说我把你得到之后，这就是语法上它就有这种使用的现象。就是实际上是个不自主动词，但是它当作自主动词来用，就是我把你得到之后，把你抓住之后，实际上抓不住不抓住是不是由他控制的。你可以说我要抓你，这由你控制；抓不抓由你控制。究竟能不能抓到，这是一个结果，是不自主的。但是在说话的时候呢，这很自然，就是说我要把你抓到，表示他一个愿望。咱们把这句话来这个读一读啊。记得却学那样，记得却学那样，记得却学那样，记得却学那样。爱妻行度孽了，爱妻行度孽了，爱妻行度孽了，爱妻行度孽了。却托巴切内，却托巴切内，却托巴切内，却托巴切内。七日翁哦，七日翁哦，七日翁哦，七日翁哦。这是一句。下边咱们再来看一句啊。这一句是驴抬了，驴抬了，驴抬了，驴抬了。驴是身体，抬是指这个身体，拉对于那个身体啊，对于那个身体干什么呢？后边啊，达敏觉吧，达敏觉吧，达敏觉吧占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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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达是什么呀？看。米是否定是吧？觉吧，觉吧是愿望、想、欲望，就是这个想。说这个不想看，你看这就是不想看是吧？不想看什么呢？不想看前边这个拉对着的那个，不想看那个身体，哪个身体呢？这后边那个句子里头给译出来了，对那镜中自己的形象看不下去，就是这个人啊长得太丑了，他自己啊对自己的这个形象他都不想看。而且这个不想看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后边啊，咱们学过咱们学过，咱们是2个意思，一个是大概大约哈概略的，再一个就是仅指唯一是吧？单独。这个地方呢就取这个一点点，咱们有那个稍微一点点的意思，就取一点点，然后加上图是一加呀，是状语，记住，图是这个土野地状语形容动词的，这个咱们呢就是个副词，就是形容动词用的。这个咱们读是形容谁呢？就是形容前边那个觉吧，说不想看，一点点都不想看，就到这种程度，就是对自己这个脸呐，这个身体啊，一点都不想看，就是一眼都不想看，就厌恶到这种程度，就是这个人长得太丑了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说驴抬了，对那个身体，对哪个呀？就是镜子里头自己的那个身体，大敏觉吧不想看，咱们读一点都不想看，一眼都不想看，哎呀，忒丑了。
你看这个古代人，这就是优点的，有惭愧心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一点都不想看，非常惭愧。然后后边一个动作啊，脚呢，哎，脚是什么呢？脚是这个，如果最核心的意思啊，是厌恶，脚是厌恶，最核心的意思。它还有很多意思，也有悲伤、悲痛的意思，也有烦闷的意思。但是最核心的意思呢是厌恶、厌离、讨厌、厌烦、厌恨，最主要是厌字，所以这个经常就译成一个讨厌的厌字，厌离心呐、什么这个厌字，就是这呢就是厌恶，就是说对自己镜子里的形象呢一点都不想看，非常厌恶，非常厌恶。乃就是也可以翻成之后，也可以这个不翻，它就是说自己感到非常厌恶之后呢，后边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吧。后边是什么呢？后边是采西给囊度，采是园林，树林园林。西是不定指代词，就是某一个林子。底是的囊度是里面，图是方向，就是说这个方向那个格助词，就是向着某一个林子里头干什么呢？送就是走得过去时就走进去了，走进了某一个小林子里头，就进了一个小树林儿。对，又是一个逗号吧，又是一个停顿，后边又接着一个动作。七碗茄，七蛙是死是吧？七蛙是死，茄是使死，就是把它弄死，把它变成死，把它做成死，做到死。你看这个死呢，本来是一个不自主动词，是不是啊？你死不死，什么时候死，这是由业力决定的，不能自主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就想不自主动词的想自主，就是我想把自己弄死，也等于就是自杀。七碗茄就是做死，做成死，就是把它变死，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死的状态，把它弄死，就是自尽、自杀。整个咱们再过一遍啊，这个语法关系啊，语法关系这个语法意义主要就是说，死是不自主动词，但是现在呢，它这个变成了一个，就是在句子里头是当自主动词用，就是想把自己弄死，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。咱们来过一遍啊，驴腿了就是对那个身体大敏觉把咱们都看不想看，是一点点都不想看。标呢是这个讨厌了，就是厌恶了。然后采西给囊都送的这个某一个林子里头呢走进去了，然后呢且就是想自杀，想这个把自己弄死。读一读啊，驴腿了，大敏觉把咱们都。大敏觉吧，咱们都。叫呢，采西给囊都送的。七碗茄。这是一句啊，再来一句。kim大你给个。kim大是 kim 是家，大是主人， kim 大就是家的主人，就是家长。你是二，就是两个家长。给是句格，两个家长做主语，他们来做动作。两个家长做个什么动作呢？是在下一句里头，这儿有一个将呢就是也，就是这个这是后边句子要用到的口气词、语气词。下边给别写切借吧，行动。给别就是国王
由国王做了一个动作，做什么动作呢？血却戒吧，血先讲血，血是嘴和脸的敬语，血是口、嘴、脸，口跟脸的敬语。这个它呢，一个是表示口跟脸的这个敬语，一个呢有时候它就是加到其他词上，就把其他词变成了敬语。这个切是大的意思了，这个大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形容这个就是被尊重的人的这个说的话呀，这个很有力量，就是好像中国皇上叫金口玉言一样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就是说他的这个话很这个力量很大吧，就是不是谎话是吗？啊，这不是谎话。他这说话重量分量。哎，对，这是敬语。这人是说大话那个。啊，不是，哎，这是敬语，这是那个，你看这就用在国王身上嘛。国王说的话就是大口，哎，就是这个很又尊敬又很重要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一个敬语。然后它跟后边那个跟着一个词儿是戒吧，戒吧是什么呢？戒吧是这个砍断、中断，哎，这个词儿呢，咱们前边见过。我看啊，这个54页中间这儿，你看第二组里头有第二个有一个弄断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个叫现在时是倔，未来时是戒，这个卡握戒，然后这个过去时是帕握戒，然后那个命令式是变成送气的却，哎，就是这个词54页这个。现在呢，它就是过去时，哎，就是这个帕握的倔。这个词呢，咱们这个词非常常用，所以咱们在这儿重点也介绍一下。这个词呢，主要的意思就是砍杀，就是用斧子砍，用刀砍；杀就是直接这个杀害、杀死。砍杀这是它一个基本含义。然后它经常用的意思，这个就是带抽象意义的，就是中断、阻塞、消灭。哎，这个里头注意，很重要的一个，它是当决断，就是断言说话，断言，哎，决断，做出判决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用的就是判决的意思，就是国王啊，金口玉言，决吧，断了一个案子，断就是说判决词，哎，或者说国王的一个判决，哎，这就可以理解成是判决。他这翻的就是判决，就是两家主人呢，按照国王的判决，他这个译的时候，这个写切呢，这个敬语的味道就不译出来了。敬语的判决，哎，也就是判决，所以他这个写切不译了，就光译这个戒吧就是判决，断的意思，断案子的断。刑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照那个样子，像那样，像什么样呢？像由国王判决的那样，像国王判决的那样。两家主人依照国王的判决，按照，所以刑度也可以翻成按照。按照国王的判决，按照国王的判决是什么呢？后边啊，国王判决的内容咱们看是 Q 吞梦度血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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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是小孩子，吞梦这是一个词儿，吞是一致，吞梦呢是共同，吞梦是共同一块儿，共同一起。土是土野地，就是形容动词的副词的那个一个表示。共同地干什么呢？血呢？血是养育，哎，血是养育、喂养、抚养，哎，咱们前边也学过。乃是通过做这个动作，或者你以后也可以。这实际上有通过这个。实际上就是句子的停顿，哎，这样的话看他们两家主人呢，也按照国王的判决怎么办呢？共同的抚养孩子。这个故事咱们前头可能提到过，就是一家的孩子养出来之后呢，
就是怎么给弄到河里头去了？就是掉到河里头冲走了。忘了那个原因了。结果被下游一家人呢捡起来养起来了。结果后来时间长了，过了几年呢，上游这家呢又找到了，找到两家就打官司。这个说我的那个打到国王那儿，打到国王那儿呢，国王判决是什么呢？就是两家共同抚养，就是做两家的儿子，他们呢都服，都按照国王的判决，就是两家共同抚养孩子。注意后边，即将米柴瓦的切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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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即不要撒是什么是吧？加上撒呢就是用什么，将是也，即将就是什么呢？用什么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用什么，无论如何也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叫无论如何，或者叫不管怎么样。即将就是你不管用什么东西，都一样，就这意思。即将就是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。你从这个字义上你就理解，就是说用什么也不行，用什么办法也不管。后边你是否定柴瓦，柴瓦是离开分离，柴瓦是分离，这是常用词。说无论如何不分离，是吧？无论如何不是分离，这个分离本来也是一个结果，就是一个不自主动词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后边加了一个瓦日切，切就是做分离，使分离，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分离，就是他们两家努力来做到什么呢？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两家再也不分离了，两家就合成一家了，叫这个意思。就是不自主动词当自主动词用。分离本来是个结果，是不受动作者控制的，就是究竟能不能分离成这个不由自己控制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两家做这个不分离，就是说使不分离，就是尽量不分离，这样来用。整个句子再过一下，听到你给讲，就是说两家主人他们也怎么着呢？也来按照刑度，就是按照国王的判决，共同抚养孩子，不管怎么样也不再分离。整个句子就这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听到你给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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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别写切借把行动，给别写切借把行动，给别写切借把行动，给别写切借把行动。Q 听梦读血呢， Q 听梦读血呢， Q 听梦读血呢， Q 听梦读血呢。即将米柴瓦的切索，即将米柴瓦的切索，即将米柴瓦的切索。即将米柴瓦的切索。好，又完一句。下边是这个又一个形式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不自主动词，做表示自主的意思呢。一个是可以用这个提西，巴尔提西，或者是巴尔提，就是不连那个西也不加。系是命令式的语气词，有时候不加这个命令式语气词呢，因为它是使一个不自主动词尽量达到，也是带有这个就是提，咱们说过是那个做的跟做的那个意义跟那个做是一样的，就是完全是另一个字，就是尽量让你做，也是带有命令口气的。否定式呢，就是加个麻，动词塞到中间，还是后边是提西，或者是后边还有一个巴尔马杰记，马杰记就是且，咱们刚才说了，且意义完全一样，都是做，就是两个字，所以呢，可以用这个，也可以用那个。系跟最后这个记都是命令式的语气词，咱们来看这种命令式啊，不自主动词表自主的也有命令式口气。看它这个第一个例句，他说：“可以让伦包他们借。”可以让伦包他们借。K 是您，让是自己，你也就是你们自己。伦包是大臣，他们借是所有的，你们所有的大臣，后边翻的是你们所有的使臣。这是谁对谁说呢？就是唐朝的官员
对到唐朝去求娶公主的各国的使臣说的话，说你们所有的使臣7日送了7日送了，7日送了，7日送了。 7日咱们说了，7是后边外边晚一点哈，3个意思，加个拉丁加个然就是向后向外向晚一点，哎，送那就是向什么呀？向后，这回不是向外是向后。说送是走的过去时，你们呢送啊是送也是过去时，也是命令式，是走的命令式。说你们回去吧，你们走向后走吧，你们回去吧，使臣都回去，哎，向后走，就是你们从哪来的还要往哪回去，向后退回去，哎。拉是这个2个句子之间的一个停顿。后边看看回去干什么啊？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。让是自己，让是自己，就是你自己，就是各你们各的房间。你们原来不是都来了，都给你们安排住了房间吗？他肯定是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唐朝给这些使臣们出题考他们。看看哪个使臣通过考题了，就把公主嫁给那个国家。结果这个给他们出一什么考题呢？就是把他们叫出来，给他们领到一个地方，领了半天，转了半天之后呢，转完了之后说，行了，你们从这儿你们都回自己房间去吧，看他能不能找着自己的房子，就是给他们转迷糊了。所以让给康巴就是自己的，你的房间后边呢，涅巴尔可以洗。涅就是找到，哎，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，你找不找由你自己控制，找到找不到这个是不自主动词。现在呢，这个不自主动词当自主动词，就是提是要，提就是要，就是做找到，就是说你们要找到，系就是命令，你们要找到什么呢？自己的房间。看下边意思说，要各自找到自己的房间，就是从他们住的住处啊，把他们领出来之后啊，谁知道是到哪儿转？也许是到这个皇宫里头转啊，反正就是给他们转的这个晕三倒四之后，说行了，说现在不管你们了，你们现在就各自找到自己的房间，哎，这就算通过这个考题了。所以他这个找到本来是不自主的，现在就当自主，就是说你们要找到，就好像你们要自主这个，实际上就是尽量使自己找到了，就是，这就是不自主动词当自主用的这个情况。看来语法上这个比较简单，咱们就来读一读啊。Kirang limbo tamje， Kirang limbo tamje， Kirang limbo tamje， Kirang limbo tamje。 7日送了，7日送了，7日送了，7日送了。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，让给康巴。涅巴尔可西，涅巴尔可西，涅巴尔可西，涅巴尔可西。好，咱们再来。我看正好，咱们就是讲完这一节，咱们休息一下啊。下边一句是打你，打你，打自己。我呢，说我怎么了呢？下边有3段话。第一段话是娘他的，娘他的，哎，我娘他。什么叫娘他呢？娘是力气，娘是力气、力量、气力、功能，哎，娘是力气、气力、功能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那个啊，你要是那个就是名词了，它是距离，名词它是距离。它现在是做动词用的。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粉碎、消灭。粉碎也有抽象意义的粉碎，比如说把什么粉碎掉，也就是消灭掉。它实质意义就是粉碎，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把这个石头给它磨成粉末，磨碎、磨细，弄腻烂了，哎，有这个研成沫，哎，它有这个具体的粉碎的意义，所以它本身那个动词的有这个粉碎的意义。这个它这个词呢，要是单独一个它是距离，它个八是绳子，加上一个八，它八是绳子。它八要是当动词用呢，又成了粉碎。这几个好像这个就是
关系不太这个紧密啊。不过这样老这个听一听呢，慢慢的他就有一些印象。现在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就是消灭的意思，粉碎的意思，就是戾气延续了，戾气弄成沫了，戾气没有了，戾气被这个消灭了，戾气被粉碎了，就是我不行了，就是身体非常虚弱的意思。我呢，你看他的就是这个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已经这个，你看他下面是译的叫十分虚弱，你看他就是力气被粉碎了，力气剩不多了，力气没多少了，十分虚弱，就是这意思。然后下边这是第一个这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是第日才撇那，第日才撇那，第日是敌加上一个然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地点这个状语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？猜撇，猜撇，拿呢是这个有如果的意思，如果在这个地方猜撇了，猜撇是什么呢？咱们先讲猜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时间，就主要是这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生命寿命，一生一世，再一个就是时间，他一猜，那个时候，这两个意思。这个地方就是生命，生命后边这个撇是什么呢？撇是转移，撇是转移，然后呢有这个离去，转移走，离去。这个生命转移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就是往生，就是生命转移了，就是生命又换一个身体，生命又转移一世，是吧？你猜不是有一生一世的意思吗？就是转世，转移生命，就是那个我说一个词儿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撇呀，它的那个过去时呢是坡洼，就是不要那个撒，不要撒，不是读坡吗？坡，然后加一个那个洼，坡洼。坡洼是过去时，坡洼就是转移成功了。那个藏传佛教不是有一个坡洼法吗？坡洼法它就是指的就是往生嘛，就是自主的能够转移自己的那个生命，修坡洼法嘛，洼就是爬，就是那动词的词尾嘛，就是过去时就是坡洼，所以说坡洼呢实际上就是往生，就是转移生命，猜撇就是他这意思是叫死，也可以，他这个世间人就叫死。你要佛教就知道人是没有死的，他实际上就是换了一个身体，也可以叫往生，也可以叫转世，是吧？也可以叫投胎，也可以反正这就是你自己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。说第日猜撇呢，就是我在这里啊就要这个转世了，就要往生了，就要死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在这儿就死了呢，后边还有一个话叫陈巴尔提，陈是恩惠，这下边有就是恩惠。陈巴是想念，思念、想念、怀念。这个它的那个最基本的含义呢是记起，就是想起。这个想起啊是个结果，是个不自主动词，就是你可以想说我想什么事儿，究竟这个事儿能不能想起来，这不由你自主，这是个结果。但是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当这个自主动词用，就是说你们要提是命令式嘛，你们要想起记起我的恩惠，就是你们要记着我的好处，这是这个这么个意思。这是语法意义上说，就把不自主动词当自主来用。整个这句话呢，就是一个人在嘱咐其他人说：“他尼娘他的，我的力气已经没有了，我这个已经很虚弱，就是死到临头了。”第日猜撇呢，如果在这个地方这个往生了，这不知道，这我记不清这个人的是身份了，所以不好这个确定他的翻译啊。
前边提，你们要记起我的功德，不要忘了我的好处。哎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咱们来读一读啊。打你，打你，都行。我这故意读两个，你到时候你看你自己那个说打你就是强调那个你，哎，打你就强调打，哎，这个都可以。打你，听着别扭是吧？打你，哎，我呢，哎，냠他的，냠他的，第日彩票呢，第日彩票呢，陈前边去，陈前边去，好，下边再来一句啊，一八间，一八间，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吗？间是带有具有，一八是什么呀？棍子，这个手杖，就是有杖，这还是个好名字了，有依仗。一八间是一个那个破落的婆罗门，是不是啊？记得吧？特别穷。哎，一八间，看一八间有什么事儿啊？是叫他的名字，后边说，缺瘸了，缺了，缺是你，这是一个人对他说话。缺不要那个然，缺是丈夫，哎，缺是丈夫。要上那个然是一个这个格助词，就是前边那个动词要求的啊，后边动词要求的。后边动词是什么呢？是瘸是什么呢？瘸是那个做的命令式，做事情那个做的命令式。拉就是一个停顿了，说你做丈夫，你做丈夫，做丈夫干什么呢？先说一下这故事吧。这是那个一八间啊，出了一系列的倒霉事儿。然后好多人拽上他，就把他告到国王那儿了。国王呢，给他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判决。其中有一个案子就是什么呢？他那个不是借了个牛去耕地嘛，后来把牛也弄丢了，人家找他要牛，他就跑呢，他就跳墙头一看呢，下边一个妇女啊，他那个孩子盖着一个衣服在那睡觉，他以为那就是一个衣服，他就一下跳到那衣服上了，结果把人孩子给砸死了。这妇女说他一八间杀了我的儿子，是吧？到国王那他们学过这一句。然后国王对这个事情的判决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八间你做丈夫，你做他的丈夫，他不是跟你要儿子吗？你去做他的丈夫。然后看后边一句啊，仆约本儿开西，仆约本儿开西，仆是儿子了，约本儿是有了，开就是使有儿子。你让他有儿子，就是那个妇女不是说，他把我儿子杀死了，得还我儿子。国王就做一个什么判决呢？说一八间，你去做他的丈夫，让他有儿子，使他有儿子。结果那个妇女一听了，行了，你别做了，我也不要儿子了，跑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国王就是法律，这个国王啊，他这为什么这么判决呢？好像不讲理。他知道这个一八间是那个现在说叫过失犯罪。就是他不是故意的，他这个人倒霉，他本来一件错事，他作义上一件错事没有。你得吃饭呀，借个牛去耕地，结果把牛弄丢了，人反正就是全是倒霉的不得了。这国王呢就理解他的意思，不是故意犯罪，所以国王判决呢就向着他，所以呢就是装傻，就是这个说给我儿子，国王就说一八间。你去做他的丈夫，让他有儿子，好像挺公平，其实这欺负人家那个妇女。结果那个妇女听了以后，那个时候人们嘛，听国王判决，国王就是最高权威了。国王一判没办法了，行，说你也别做我丈夫了，我也不要儿子了，撤诉了就。这个案件就这么就结束了。这就是国王的一句判决。你看，这也是说有无，这也是一个结果。你能有儿子不能有儿子，这个是不由人控制的。哎，结果呢，国王就命令他让他有儿子，这就是不自主动词的做自主动词用，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。咱们来读这个句子啊。一八间缺，一八间缺，科儿瘸了，科儿瘸了，仆约本儿开西。仆约本儿开西。好，咱们再看下一句。新约康巴图堂
新约康巴葡萄，新约康巴葡萄。新约康巴葡萄，新摸是什么呢？罗刹女，她那个新布是罗刹哈，新摸就是罗刹女，女性的词尾。罗刹女的房子、儿子、堂，就是后边还有别的东西。罗刹女的房子、儿子、堂什么呢？咱们接着读啊。拢眷，拢眷还记得吗？是享用、享受。哎，这个不，拢眷两个意思。这个拢眷呢，一个是享用，最基本含义是享用；再一个变成动词就是享用，变成名词的时候呢，就是财富，就是所享用的财富，所享用的东西。这个地方当名词用，就是康巴房子、仆儿子和财富。后边是一个词组，注意啊，康堂记，康堂记他们借。哎，康堂记是一个词组，什么意思呢？康是任何，堂是和，记是也是什么，任何什么，就是任何东西和任何东西，也就是所有的东西。康堂记就是说任何的、所有的什么，不管什么都算上啊。这个和那个，一切和一切，所有和所有，就是所有的意思。他们界也是一切所有的意思。这个后边还有一个拉，就是他们界拉马恰巴尔 K 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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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就是前边对于前边的这一切，拉是对于这一切呢，马恰巴尔。那就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恰巴，恰巴是什么呢？恰巴是贪恋、爱慕，这是一个常用词，贪恋、爱慕。这个还有一个基本意思是形成，发生、形成，形成。咱们在拼音教材最后曾经用过它形成的意思，这儿是主要用它贪恋的意思，就是不要贪恋。提醒就是请不要，命令式就是你不要贪恋，不要贪恋什么呢？拿前边不要贪恋这一切，哪一切呢？就是罗刹女的房子、儿子和财富，所有的一切呢，你不要贪恋。这个咱们前头讲过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很有核心意义，就是那个这个释迦的前生被冲到那个罗刹国之后呢。他只有一条路能走，就是让那个马把他们带走。但是他这个上这个马呢，他要有一个定力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不能贪恋罗刹女的房子、儿子跟财富。你只要你在个马上的时候，你只要一起念头说这是我的老婆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财富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就是一起我跟我所念就掉下来了。哎，这个非常这个核心，在佛教来说这是非常核心意义的一个，就是。那简直就是说，你有正见就得解脱，你有邪见就堕落，而且那个前一批人还是被罗刹女给关到那个城里头啊，依次的吃，这回是掉下去立刻就吃，在下边就吃，但是呢那些人这就是那个习气了，他就控制不住那个我跟我所的那个，一看他一夸这是我的儿子，一想好掉下来立刻就被底下血肉模糊就被吃了，结果呢只有那个菩萨一个人成功脱离。对，你看小婷就是什么，刚一想，哎呀要走了，哎呀我那儿子我特别想看一下儿子，行了，立刻就掉下来了，立刻那个莲花座就没了。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有这个典型意义，老记着这个故事啊，老记着这句话。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些东西啊，就是罗刹女的这个房子、儿子什么，就是这一切。你贪恋这个，你就不能那个解脱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好，咱们来读一读这个语法很简单。这个贪恋也是一个不自主动词。这个贪恋，他这儿用的就是不自主动词表自主嘛，不要贪恋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新约康巴葡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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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倔康堂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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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탐지라 마차발 계시. 탐지라 마차발 계시. 탐지라 마차발 계시. 탐지라 마차발 계시.这个扛躺记呢，就扛还带有指前边这一切的，不是任何嘛？他说任何就是指前边这一切，扛躺记前边这一切和所有的一切，你都不要这个去贪恋它。前边一切指那三种，叫房子、儿子和财富。堂记他们借，那就是所有罗刹尼的意思。这只举了三种，实际上还有其他很多东西，金银财宝啊，什么钱财啊，那个包含在财富里头。反正就还有所有的，你就不能想，就是说不能想是这是我的。好，剩两句短的，咱们弄完休息一下啊。却两安堂几百尔马借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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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却你两安是悲伤、痛苦，伤这个痛苦悲伤吧，两安。堂急吧是什么呢？是害怕，炸吧、急吧都是害怕。马戒记，且是做使，能不要做前边这个，不要做前边这个，就是不要，就是说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记，命令式就是请你，你要就是劝他。句式很简单，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，这个悲伤跟害怕都是动作的结果，都是不自主的，这个但是现在呢，就是当自主动词来这个自主意义上来用，就是你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却两安堂几百尔马戒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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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边一句跟这个句式差不多，也是劝一个人，就是说，敌了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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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了就是对这个，就是前边肯定是出现了一个情况、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什么境界了。对这个，你后边要怎么呢？是米嘎瓦尔马戒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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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瓦是高兴，米嘎瓦是不高兴，马戒记就是不要不高兴。对此你不要不高兴，也是劝他的一句话。高兴不高兴也是不自主动词，你这个想高兴是想，但是你究竟高兴得起来高兴不起来呢，是这个一种结果，是不自主的，也是把它就是你不要不高兴，就是不自主动词表自主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敌了却米嘎瓦尔马戒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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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咱们休息一下。